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初二空军工山基地一只 T-34教练机失事，2个飞官殉职。今仔日举行告别式，总统专工颁发褒扬令。陆委会禁止官员去海峡论坛，不过姚庆玲却是录影去参加，已经不是头一届违规，会请内政部调查甲处分。 印度国家考试发生地无流出去甲诈骗，当局决定2一停考，为着莫阁出代志，规气封锁 Telegram， 煞引起学生的抗议。各位乡亲，咱先来关心军事的消息。国军甲美国买的66架 F-16V， 头一架会伫咧9月底进前到位。也若咱国采购的其他新型的武器甲装备，包括火山机动步雷系统、刺针飞弹、甲海马斯多管火箭等等。 这新型的武器有机会下半年甲到期里，量早提升咱的防卫能力。战斗机派色很优秀，其实嘛富优秀。国军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第一架战斗机优秀燃料挂有满升去天顶，传出会飞登来台湾。不过，面体袂重要 ，IDF 经过好指出，迄架战斗机会前往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经系统验证测评甲 ALQ-254电子系统装机测试，会直接飞登来台湾。F-16V Block 70是空军4.5代上新的战斗机，采用主动电子扫描、电力雷达、新型电步电脑、数位化座舱甲强化电震系统，真正拄着高机地动。 恐惊影响国军战略整建。国防部副部长徐树谦3月去美国关心生产的进度，外界也关注头一架战斗机来台的时间。那部长已经讲过，9月底以前应该会回来，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还是按照这个时间来管制。 若是 F-16V 有机会伫第3季到台湾，国军采购真侪新式武器装备，嘛会伫下半年收到更较侪装备。对美国采购的部分，包括火山机动步雷系统、刺针飞弹、MQB 高空无人机、海马斯火箭、又是鱼叉甲飞弹，甲安装伫 F-16V 顶头的 MS-110精角硬舱。过来，阁有长水南国造的海鲲号，按算7月到9月会当完成。 任何新式的武器来，我们都同时做接装的训练，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不会等武器来，我们再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可能有这一个火山布雷车，可以去快速的去做一些这一个可以去做快速的布雷，去拒止、去阻止敌人的一个入侵。利用低空来对我们进行一些突穿跟穿防，或者是利用直升机来去对我们进行一个空中突击。这个时候的话，刺针飞弹就可以去发挥它的一个效果。 为空防水下作战到海沙堡主动，国军下半年收到武器装备会大大提升陆海空三军的作战能力，尤其伫近海近化防卫。学者表示，国军就要赶紧完成接种进前的准备作业。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来关心这个月初2，空军工山基地有一架 T-34教练机失事，有2个飞官殉职。今仔日举行告别式，陆总统嘛特别颁发褒扬令，来推荐这2个飞官做空军属校。 17透早，空军官校门口放堆塑花针箭头，工作人员引带车辆一台一台进入空军官校。总统赖清德、国防部长郭立雄，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拢出席，背送2个殉职的飞官最后一程。总统致祭，献花。 这个月初2透早，空军工山基地一架机号3414的 T-34初级教练机，伫咧这片起落航线训练科目，部机发动机失效任务的时阵发生事故，落伫咧机场跑道的北边。飞行机顶头的各准男中校，还有罗贵佑中校殉职，2个人的告别式嘛伫咧17举行。总统颁发褒扬令，嘛为失事迄天开始，嘛甲2位亡者升做上校。俊男和基佑都是国军杰出 且资深的飞官，多年来，他们在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坐育英才，培育无数后进。为着要甲2位殉职的飞官致敬，军方原底规划以 T-34教练机用款式队形飞过去会场，不过因为天气因素来取消。这站不幸的事故发生了后，空军下令共庆会飞行机先全面停飞。 巡检一直到6月中旬才当个继续飞，事故原因嘛经组专案小组来查明。记者综合报道。咱的陆委会早就真侪届强调，海峡论坛是中国统战的平台，所以禁止咱国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去参加。不过，台东县长姚庆玲却是用录影片的方式去参加。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讲，姚庆玲伫咧进前都已经有违规的记录，所以会照2项关系条例来调查甲处分。
我们在品质管制上做得多么努力，中国大陆相对就是我们凤梨世家最大的买家，那你不应该去克服吗？去哩节目顶头，头城市台中县长姚庆玲前几天以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相关的活动，互陆委会认定有违规嫌疑。不过伊强调，往来食客出口有95%以上拢是销毁中国、香港、澳门，家己是为农民在讲话。中央看到地方政府在做的时候，其实应该鼓励我们。打压我们不去，其实事情还是没有解决，还是要卖，还是要品质提升，还是最重要的市场啊。政府也没有禁止这个前往中国大陆或者是其他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我们要禁止的是在海峡论坛，海峡论坛是中共对台的统战平台。陆委会认为，海峡论坛顶头的农特产品明显有政治前提，恐惊会让农民落入去中国先予农民低头，这个吸到一滴无剩的陷阱。也那姚庆玲是不是会因为安尼来罚钱呢？主委邱水正就讲，其实去年1月，姚庆玲去中国和国台办的主任宋涛见面，就已经违规啊。有篡改了，就是有更改的行程，见了宋涛又没有向移民署主管机关报备，已经被移民署这个违规一次。那这一次呢，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姚庆玲县长他是去卖农产品，不是卖台。地方首长如果还要自救，如果要被罗织罪名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民进党政府是一个非常双标的一个状况而且把严肃的国安法用来恐吓我们地方首长跟基层农民的政治工具。没有国安法。陆委会中心正正就已经严正说明足侪摆，禁止中央和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包括视讯。目前会依照《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相关的规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针对姚庆玲敢有违法进行了解甲行政的查处。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换来看，为着预防律师伫咧工课上受到暴力的对待，即嘛有立委提案修法，希望会当定出刑责。另外嘛有立委主张讲，律师若是违法，这是知法犯法，若妨起诉都要停职，若妨判有罪都要随除名。不过行政院的版本是以加强审查机制等等的方向来处理。双手插伫落地啊，捌互人约谈的涉地律师涉嫌甲诈骗集团合作，同款牵涉到诈欺、洗财的律师，嘛互人指控交结诈骗集团，用规则为足的手法骗到毒机时大的遗产，一审当判25档。国内少年线逼出律师牵涉不法，即马就有立委提案要修律师法，要来当发知法犯法的律师。律师涉诈还是可以继续执业。那所以这些律师根本不怕，对于这些知法犯法的律师，不但呢就说我们应该要杜绝。按照目前的法规，就算已经有停权除名的机制，不过让人质疑处罚无落实。有国民党立委主张，律师牵涉洗钱，也是参与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只要起诉就停职，一审有罪就除名。不过行政院版本说是以审查机制更较严，禁止律师入会等方向来处理。由律师、地方律师工会来除名，也跟现在的法制也不太符合。那考量律师所涉的情节一律停职，也可能会影响到律师的工作权。那这个部分跟律师自律的精神也不合。除了律师涉嫌犯罪引起关注，这个立委的提案嘛，甲律师职业安全有关系。因为进前伫台中地方法院发生确定的一个姓林的女子，甲台中律师公会理事长沈翠佩的情形，主张爱当法攻击律师的行为。他是在侦查审判程序前后，或在接见调解、法律辅助等程序相关场域中，因执行律师职务遭受到威胁，但并非与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那是否适用呢？那我们现在这一个法案还是在预告中。预告当中我知道。所以到720。律师的执业地点多元，那法院甲检察署各有企业也是事务所等所在，若是遇到风险会当互人保护的范围，是毋是敢若限伫司法机关？嘛有立委关注，法务部表示将会提案修法，不过要伫预告定书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一个医生合作陈耀利，伊甲9个病人牵线，互因去中国换肝换药剂。不过手术了后，转来煞是少年煞过身，落尾手这个医生互判刑嘛废除牌照。
今仔日立法院开公听会，医界甲真侪律师拢认为讲，即马刑度罚了伤轻，而且这地点伫咧外国，器官的来源真恶查等等，所以造成有人会想要弄这个制度的空棚。所以嘛，呼吁都爱立专法，强化下国追查，甚至是预防违规共挂器官的情形。近前有新闻报讲，一个名医陈耀利，伫2016年到2019年期间，受1466万甲9个患者牵线去中国挖肝甲药剂，手术了后血小刷过身。这个医生互法院判刑，嘛才做台湾头一个因为非法挽器官互人废除败照医生。不过案件确实咧违规事实，发生几多年了后才完成处罚，显示目前制度无够周全。拜三立法院有开公听会来检讨器官移植的制度空棚。你就会看到了这个医院的医师这个器官移植的实习师被自杀，然后家属出来讲说他们怎么建立一套系统然后摘走一些无辜人的器官。不续聘之后呢？不续聘之后，我们也看到，我们解聘了这位器官中介的医师之后，他仍旧可以带着他的患者到另外一家医院重操旧业。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台湾跨院所医师人员违纪通报平台？有律师认为，法规虽然已经加做非法挽器官的中人劣质评级，不过刑度受轻，实务上常常敢若判完刑，律师阻挡犯罪效果较歹，嘛欠缺对境外医师来源的查核机制，建议政府爱设反挖碟专法，补充制度的不足。这个最大的突破是我们在这部法律里面，我们采世界管辖原则，也就是国际通行的一个普遍管辖。不管犯罪地、结果地是不是在台湾境内，我们都可以追溯到。民团甲专家认为，即卖制度刑度受轻，境外器官医师通报甲来源追查失灵，通报机制无效，各医生处罚流程拖受久，所以违规行为无即时阻挡落来。伊嘛呼吁面对境外医师器官倒转到台湾，通报机制、风险辨识、甲伦理审查拢要检讨。记者郭志勇、林明凯台北报道。来看移民署抓到下国非法的中人集团，因专门拐泰国人来台湾做工，等人到位了后，就把因的护照扣起来，控制因的行动。目前已经有找到47本的泰国护照，不过敢救到5个人，估计因犯罪所得有要到400万。接着会继续来找找其他的受害者。这段都是护照。啊，毋是讲无护照，哇，你个讲无。笃定排开的全部拢是泰国护照，和警方掌到的非法中人也过的死者。移民署高雄专勤队2月伫苗栗查到一件白色移工的跨国中人集团，专门找泰国人来台湾农场做临时工。尾手佮根据农场车主提供的消息去溯源追查，3月份伫南投台中山区抓到另外一个非法的中人集团，这回救出5名受害的泰国移工。毋但护照封扣掉咧，封北下状况也比顶一站更加害。住睡，该不会都在这个地方吧？你看衣服，这些全部都在里面。小小的火车车道无通啊门，5名泰国移工加困大拢钱伫咧遮，因为薪水甲护照拢个中人摕去，地头青手机嘅未通，唔敢学白走。有当时连巴肚胶拢敢若会当去溪底掠鱼、山顶搬菜。移民署表示，这个中人集团有22个人，姓陈的查某主嫌是已经摕到台湾身份证的越南新妇，透过网络广告向泰国人来台湾做临时工，受害移工若爱先交代票8万块的中人钱，工课做几暝几日，薪水1点钟煞无到100块。因为护照封扣咧，移工嘛走无路。该集团共计非法取走泰籍人士护照47本，初估犯罪所得近新台币400万元。全案依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就业服务法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移民署甲受害移工救出来了后，也协助因申请居留许可甲合法的头路。这时因才知影，原来台湾这头路是生做安尼。移民署表示，因为47本护照敢若找到5个人，尾手会阁继续找找其他的受害移工。记者柯家族邱阳高雄场报道。伫彰化市有警察伫咧巡逻的时阵，发现有一台轿车，伊后壁的车顶无倒。伊去甲临检了后，发现伊酒测值竟然有甲0.57毫克。虽然讲这个驾驶是辩讲伊食的是药酒，不过专案要是照公共危险罪来侦办。
警察伫彰化市的街仔路咧巡逻，发现一台轿车正边的车后顶无咧倒，向前插门，所发现姓叶的驾驶规身躯拢是酒味。警察依法实施酒测，酒测值高达0.57毫克。你是啉药酒是毋是？无，我家己啉的，一输了尔无咯。我逐暝拢会啉啦。我甲你讲，你有要酒测无啦？你有要酒测无？无要紧啊。有一点点没有关系。彰化警方百里公布，顶个月底，警察在路里巡逻时，原本只是看到轿车的车后顶未倒，惊影响赛车的安全，向前调查询问，结果说意外发现这位70多岁姓叶的驾驶，若像有啉酒。姓叶的驾驶表示，家己有啉药酒的习惯，认为只是食补，但是经过酒测，酒测浓度0.57毫克，超过法定标准0.15毫克，专案也依照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警办。检举令勘查时发现老翁面带酒容，经酒测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0.57毫克，明显超过法定标准值。老翁表示，平时饮用自制药酒作为养生进补习惯，自认不会影响驾驶行为。未想酒测能超过标准处罚，前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方表示，无论是药酒、料理酒，也是有酒精成分的食品，只要有食用，体内有酒精反应，就有可能会影响驾驶安全。尤其最近食毒食酒赛车严重车祸多，彰化县警察局也全面启动，加强处理违规驾驶行为，保障用路人的安全。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伫苗栗竹南中港溪出海口，昨昏有一个国校的学生，上课时间偷走珠走去耍水，摸一块玻璃桶的浮具，全呢流向外海。边仔有民众去钓鱼啊，看到这个囡仔伫咧海面浮咧沉咧，是赶紧报案甲救起来。是讲该上课的时间，这个囡仔竟然走去耍水。目前这个县府已经紧急介入，甲伊辅导甲协助。大海顶悬一个查甫囡仔对海影海来海去，伊坐伫咧一个玻璃笼顶悬，规个对海流咧行，看起来状况真危急。海巡署接到报案了后，唔敢无张持，赶紧派人去到现场，将伊救起来。救护人员初步评估，查甫囡仔性命真稳定，人无受伤。在那边玩啊，玩那个保利龙的啦，刚好在那个有没有那不是有沙子，刚好那个缺口那边，一直上潮，一直往那退潮。苗栗竹南中港溪出海口，10人有钓客发现一个查甫囡仔坐伫咧玻璃笼顶悬，漂伫咧大海。若初步了解，这个姓周的查甫囡仔，敢若11岁，读国校4年啊。伊煞伫咧上课期间，家己走去西滨中港大桥的南岸去耍水，去用救起来了后，海巡人员马上通知伊伫咧新竹做工课，爸爸甲人接转去。若苗栗县府表示，这个查甫囡仔是伫咧顶个月对外县市搬来苗栗读册，经过调查是脆弱家庭，是受保护的个案。那昨天其实导师一早就发现孩子没有正常来上学，其实有通知家属，那家属电话没有接，那学校其实很有警觉性，他就是到家去做一个家访，有通知警察单位一起来。那因为就是到家访的部分也是没有人应门哈，那所以就是由后续有警政单位协助再去查找。目前我们来看的这个状况，应该很难立即去用这个部分来做采访，因为我们没有很明确的事证确认这个是家长的疏忽照顾啊。我们的角色是重点是在协助家庭去照顾孩子，所以采罚绝对不是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苗栗县教育处表示，已经将这个个案转介予三级辅导中心来协助，由专业的社工师来做心理辅导，卖针对家长也有同学来做关怀。苗栗县社会处表示，若是确认是家长的疏忽，会依照违反离校款法来追究责任。不过目前罚钱并不是目的，会伫了解了后，予因辅导也有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印度的国家医学考试发生大规模题目流出去兼诈骗的情形。当局决定，这一届考试无准算，6月2日会搁停考。也若政府为着要预防搁出代志，因归去封锁通讯软体 Telegram， 想要到煞是引起全国学生的抗议。叶飘记大声喊口号，印度新德里采抗议的全是少年人。Question paper लीक हो जा रहे हैं मतलब हमारी कंट्री में तो ये सिस्टम का फेलर है。关系230万位考生的前途，因为国家医学系入学的考试发生题目去放大规模漏泄的丑闻，互全国即马拢足着急的。The platform was continuously being misused by scamsters, by fraudsters. 6月2日特别中心考试，为着确保公平，印度政府即马态度大正的，宣布全国暂时封锁通讯软体 Telegram， 一直到2日，甚至要求 Google 也个 Apple Store 爱甲 Telegram 落架。
CNTA is committed 100% to ensure that no malpractice will happen. 官方的调查发现，诈骗集团进前先伫咧 Telegram 发布假的考前猜题，伫咧考试刷了后，佮用信息编辑的功能，把这个内容改做真正的考题，用安尼方式来制作考题提早去互盗窃的假象，来骗学生的钱。Telegram groups में जो activities हो रही हैं, उसको देखते हुए I think it's better for short term कि उसको ban कर दिया जाए。不止个 Telegram 的创办人的托马辛德利当局用这款的禁令根本是治标无治本，甚至互印度1亿5千万的用户无辜受到影响。若倡议的人士嘛，质疑这个政策是危险的，恐惊会扼杀上万位学生利用群组来分享资源、做伙讨论的权益。और मतलब सोशल मीडिया ऐप्स को रिस्ट्रिक्ट करने से कुछ नहीं होगा अगर मतलब पहले से थोड़ा ठीक तरीके से पेपर लिए जाते तो I don't think ये सब करने की ज़रूरत पड़ती。大批學生也個示威團體攏行就街仔頭痛罵教育部長失職，甚至是去予警方出動水炮車甲趕走。面對這場風波，閣一解，互大家看到印度多年以來考試作弊問題，政府敢真正法度挽回民眾對教育制度的信任，這就閣愛等待時間的檢驗。記者綜合報道。惠大執行長黃仁勳宣布，甲公電通信公司高易合作，要甲核心的設施來提升甲升級。伊受訪的時陣講，最近美國政府管制 AI 出口是傷過嚴格，這恐驚效果會顛倒歹。面對外界對科技帶來威脅甲焦慮，黃仁勳是呼籲大家建立新的規範，接受 AI， 學會曉運用 AI， 才會當對得時代。惠大執行長黃仁勳昨日出席佇美國德州聖日曼市舉行的新手動通典禮，這是惠大甲光電通信公司高易合作20億美金 AI 基礎建設升級計劃核心設施，未來會生產一種用伫雷射的材料，會大大提升電腦晶片之間數據傳輸速度和效能。這項合作案也象徵惠大會透過產業革命，為世界獨立晶片轉型做提供完整 AI 系統的策略。黃仁勳佇德州也接受美聯社的專訪，佮在強調美國佇晶片基礎設施和 AI 模型方面有世界級的優勢。那基礎的能源建設是佮需要繼續打拼。The United States is woefully behind in energy production, which is one of the great things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really advocated. Regrow, I guess, to generate the energy industry and to be a pro-energy growth industry again. 美國最近對 Anthropic 兩個新的 AI 模型實施出口管制，川普月初也簽行政命令，要求科技業的新 AI 模型要自願接受政府的審查。黃仁勳表示，政府以國家安全進行 AI 管制時，一定要針對限制提供明確指引。Beyond that, you just got to be careful not to over-exercise export control so that it doesn't cre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o a lot of other things that we don't intend it to do. 黃仁勳和川普的好交情引發民主黨議員的批評，這比黃仁勳唔出席參議院委員會聽證會，煞參加川普佇海湖山莊的晚宴。黃仁勳對此展現正常智慧，強調唔管是誰落權，大家都應該支持現任的總統。I believe that every American should want our president to succeed. We could differ with politics, but we should want him to succeed because when President Trump succeeds, our country succeeds. AI 電學產業的速度引發社會集體的焦慮。黃仁勳強調，政府和社會都要強化 AI 規範，咱嘛應該要放寬心，接納新科技，才袂互時代趨勢變形化。With the internet, we did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computers, we did the same thing.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new next generation of technology revolution, that we're also enthusiastic about adopting it and make sure that we don't get left behind.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股市的消息來看，美國拜二四大指數收盤有的起有的落，費城半導體指數落超過5%，加上台指期結算，台股今仔日是開價來來回回，不過45000點也是走有條。拜二美國有起有落，因為科技股受壓，費城半導體指數落5.71%，是有夠濟。拜三台股閣面臨台指期結算，盤面出現震動，市場觀望氣氛是真高。那台積電伫咧拜三早盤上價是2350塊。發言後對於行情的影響性，其實必須要在今天做出判斷。今天
盘面上，尤其是像法人的交易，它会比较呈现一个观望的状态。随望最近这2礼拜，台股的走势是起起落落，不一个 ETF 说是有人探缩的时阵赶紧买。稍微震荡反而会让特别是偏向散户的投资人去做一个积极进场布局啊。短线的市场氛围，老实讲还是呈现偏多的一个态势。股市随望是较佳雅，啊毋过卖厝的市场买卖是较冷清。有业者就表示，央行管制措施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效果，厝价甲成交量拢撤落去。随望讲，央行总裁杨金龙前几天也表示，信用管制就到这，换厝的人第2户贷款有可能会放量，各界拢关心厝的买卖敢会阁撑起来。半年可能没有办法有很明显的改善，尤其现在股市这么火热了，目前已经来到45000点了，居高思维，很多人呢已经出手卖掉呢，转到购买房屋来了。建商就认为，若是央行甲厝的买卖管制放量，买厝的市场就会倒转去真好的方向。啊，毋过恢复期需要偌长的时间，目前要真好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即马 AI 愈来愈发展，不过用电的需求嘛会直头增加。包括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甲侪企业的头人，是拢甲台电发声，希望电力的布局都爱有量春秋。经济部长龚明鑫讲，会向这个方向来拍拼。另外有风声讲，北京公股银行3000亿互台电专案贷款的代志，经济部嘛有正面的回应。咱台湾即马 AI 产业是欠挂挂，用电嘛愈来愈侪。伫8月17日即阵，经济部主管的非营业特种基金预算编列的状况，调研立委关心进程，包括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也个经济部经资会会长刘永伟、柯信雄等等的产业代表拢发声，台湾的电力布局应该爱较量的。我们是每一年事实上都去问业者，你们未来的部署状况是怎么样？那问出来的结果，我们就说啊，这个是我们准备好。来供应这样的一个电力上的一些需求，你听到了这个声音了吗？对，那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做思考。是讲面对台电了钱了遮侪，路透社报道，台电会对北京的公股银行得到3000亿专案的贷款，来消透电价无要起造成的债务压力。啊，若贷款的年限是3档，利率是1.85%，资金是对中华邮政提供的转存款。经济部嘛正面回应，因为它需要很大量的资金做能源的一些采购。那所以本来就会有这种循环基金上的一些需求啊，这次也非常感谢这个包括行政院或中央银行还有财政部的协助。毛立伟提醒，虽然即马台湾 AI 产业遮尔旺，毛金融机构发声今年预估的经济成长率会到10%，不知个要安怎协助中小微企业也个传统产业在地厂商做转型，互百工百业拢会使共同享受经济成果，这是真重要的。经济部嘛应该建议要安怎互相关的补助，互各行业拢领会到。过去来讲是市政府在照顾的，那我们现在中央有多的资源，我们会跟地方政府整个对接，整个整合起来，增加这个地方政府的资源来照顾这些微型企业。经济部强调对传统产业的支持，除了460亿的特别预算，行政院每一档嘛拢有上100亿的预算。啊，若520了后，总统嘛阁会宣布上1000亿的预算。除了研究落实的措施，嘛会做伙来启动相关法案的修正，期盼会当照顾更较侪中小企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来看国道1号桃园航空城北边对外高速公路，目前是正咧进行施工进程清理环境的工作。不过因为规片的树林去互错掉，地使真侪鸟仔受损伤，而且还佫有鸟仔摔落来涂骹，造成伤亡。桃园野鸟协会是紧马赶去现场抢救。也那高公局是表示，目前已经先停工，伫咧施工进程会佫检查，确认无鸟仔受，才会来复工。树仔倒规片涂骹，还佫有鸟仔受，鸟仔卵嘛破去，只是伫咧低位渔港彩琴桥南坎溪仔墘的树林。国一架线第一标的工程，即马咧做施工前期清除的工课，怪手煞甲真侪树仔乌掉，啊，即马当时这鸟仔咧生出来季节，真侪鸟仔受拢去破坏，啊，若这鸟仔囝嘛死去，真侪卵破去。桃园野鸟协会赶到现场来抢救，要求施工的摊位马上停工。饲料拿去埋了。埋了几只啊？我刚埋了7、8只左右，大大小小都有，都是已经断头了，然后是死掉了。所以看到也觉得很伤心、很难过。会很难过啊！在施工中也要做生态结合，那施工中发现到野生动物在那边栖息，更应该立即停工。它没有停工，而是民众报案给我们。
桃园野鸟协会伫现场救26只的鸟仔囝，包括白灵犀、牛毒啊，也佫有暗光鸟，另外也佫有17粒的鸟仔卵，拢送去野生动物救伤收容中心。也毋过已经有7、8只的鸟仔囝已经死去啊。野鸟协会就批评，这国道的重大工程的生态检查，即马变做是应付尔，发现野生动物煞无伫第一时间自主停工。我们先尽力抢救最吵的幼鸟，然后后续呢，我们再好好饲养长大之后再择地野放这样子。施工前我们会再去检视一下那个树上有没有那些鸟巢啦，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先处理以后再去做清除的动作。高工局表示，这工程咧施工进程拢有经过环评，若这施工的范围的树啊，经过调查是无需要保护的树啊。接到野鸟协会反映，已经有先停工啊，嘛承认工程有疏忽，所落来会做检讨，嘛要求施工的厂商爱确认无鸟仔收，才会使复工。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你敢知影厝内灭火器，若是放较过期、放较生鲜，这内底药剂都有可能会流出来。唔但污染环境，甚至对咱人的身体嘛有败害。那这是要安怎处理呢？那照规定，都要送去专业的厂商遐回收，而且民众嘛爱负担部分回收的费用。今嘛新德市宣布，自这起只要是20磅以下的灭火器过期生鲜的情形，拢会当请厂商免钱来回收。已经生鲜的灭火器，连顶管的开关拢开去。以消防法规来讲，一般灭火器若是过期生鲜，就要送去予专业厂商回收，而且佫要家己出回收费用。为了安全，佮减轻民众的负担，即马新德市要协助民众，20磅以下的灭火器会当通知消防局，派厂商到厝免钱回收过期的灭火器。我们通常都是闲置啊，放着这样蛮不环保的，而且如果生锈就是没办法放。然后今天有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民众的家中或者是集合住宅，或者是这个里邻长的办公室，有这些我们的逾期的干粉灭火器的话，可以主动来通知我们的消防局，来协助他们进行安全而且有效的回收。另外，新德市消防局指出，部分的大楼因为户数少，无并灭火器回收预算费用，常常得把过期的灭火器长期放伫地下室，致使灭火器药剂流出来，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也是对人造成危害。锈蚀的钢瓶，它可能会里面的干粉就会有漏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泄出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干粉它又不能说把它冲到我们的下水道，因为它会结块，那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水源的一个这个污染。这个锈蚀的钢瓶，如果说这时候民众不小心去按压，它就会也许会产生钢瓶的一个爆炸。消防局也提醒，生鲜过期灭火器别当搁使用，若无上严重会造成爆炸。民众千万爱定期检查，维护使用的安全性。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即马 U-Bike 伫民众的生活当中，会当讲是真接用到的交通工具。若伫台南市，因伫6都 U-Bike 的建设，算的是相对较无够的。有的所在常在发生民众有需求，煞是无车通好徛的情形。若使用量上大的站点，新营火车头，伫咧尖峰的时段是真接无车通好招，或者是无位通好行的情形。在地希望市府会当降低设置的条件，来示范微型的站点。安尼增加站点了后，民众咧使用就会加正利便。目前市府嘛有答应讲，会甲业者来讨论甲改善。行出去台南新营火车头外口，骑 U-Bike 是第一个选择。啊，毋过详细看，新营火车头外口 U-Bike 站点拢是空，尤其伫咧上下班的尖峰时刻，佫较是找拢无。有时候回来的时候都没车，3、4点那时候都没车，啊，有时候要骑来的时候都没有位置可以停，我就再骑到全点那边再停。对，不方便。每次火车一来到这边，几乎是供不应求。那现在在调度的区域又出现了问题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这个状况。然后它需要一个区域来调度这些车，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做到最好的运转。除了车拢封借了，站停区嘛无够，常常出现无车通借，也是无位通行的状况。过去原底有设置站停区，啊，毋过因为地方反映调度用备用车区，会影响到行商，过路人通行的安全嘛有疑虑。区公所即马已经划停，对这件代志，台南市交通局就强调，会重新评估适合的地点。即马这个阶段，业者嘛紧急调整，加派人来调度。有关各站点车柱设置议题，将以民众使用需求为考量，将设站周边需求、空间条件调度
营运等方面进行相关研议。目前台南 U-Bike 即马有720站，其中新营火车头的站点，上新一个月使用量有17500多摆，嘛是全台南市前10大使用量站点当中唯一伫咧原县区的。过去业者就甲足侪县市府签约。定基本设站的原则，一站上无爱15条。毋过嘛有民意代表认为，一站上无15条条件是受过硬啊。或者侪所在因为空间不足，去用退件。市府嘛强调，未来会针对部分无够15条的规模，就无法度设站点的需求案件，进一步讨论减算数量，甲业者斗阵研究改善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果子是甜阁好食，伫咧国际上是愈来愈出名。咱屏东的爱文山野、奶子、火龙果，即嘛成功外销去到欧洲。顶礼拜有民众发现讲，伫咧法国巴黎大卖场嘛有咧卖爱文山野哦。虽然这一粒是卖差不多1100块的台票，有淡薄仔贵，不过伊也是欢喜价。这山野伫咧外国遮尔受欢迎，馆长张春美嘛铺文庆祝。不过，有警方发现讲，有诈骗集团竟然偷用这山野销去法国的相片，伫咧网络顶咧推销。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徛伫巴黎铁塔头前，姿势一把，民众手头提，正是对屏东邦山内爱文山野有议员伫面册答文，表示家己的阿姊到法国，顶礼拜伫巴黎卖场发现有咧卖对台湾来爱文山野一粒新台票1000左右，虽然无俗，但是看到台湾之光，嘛是赶紧捧场。馆长周春美嘛伫面册答文庆祝，足欢喜屏东农产品成功外销。很幸福啊，因为我们吃一颗芒果可能不用100块、几十块就吃得到，可是到国外去可能一颗1000多块啊。是啊。对啊。台湾人很幸福吧？对，非常的幸福。卖1000块，因那消费者能接受，应该是袂歹啦。消费者跟生产者，因那让接受，安无意见啦。在法国的3节非常的高兴，然后在我们法国买到了来自台湾屏东故乡的芒果。这个月初，农业部长陈俊贵才落来邦山，和馆长以及合作社，甲6栋的山野、奶子和火龙果做伙装修风柜，希望到欧洲了后会当有好销路。煞无想到诈骗集团骹手足紧，馆长答文过无2天，伫社群网站顶悬就有人偷用这法国卖场的相片，表示山野一收16粒300块，要卖找因。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这拢是假的信息，民众爱注意。有关盗用本县县长周春米行销仿山芒果外销法国，已有诈骗广告一案。本局已协请 Meta 公司协助下架该 Trace 账号，并追查该账号，侦办不法使用者。屏东县刑警大队表示，已经介入调查答文的来源，嘛请Meta公司协助甲相关答文抬掉，避免各有民众互骗去。警方呼吁，若要买水果，一定要找正常的市场通路，也是合法的网络平台，唔通相信来路不明的广告信息。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今嘛网络的诈骗是愈来愈多。伫网络顶有一段花莲主治病院皮肤科的主任，伊咧卖药的广告，而且推销相关的产品。这个消息一日出来，主治病院是赶紧出来驳回，讲这个影片是 AI 变做的，是假的广告。而且伊嘛讲，病院内底医师是绝对无咧卖药啊，嘛无咧推销产品的，所以提醒民众千万都唔通互骗去。拍开手机啊，不少民众最近拢会伫社群软体看到一条治疗草用线的广告，其中介绍药品的医师是花莲主治病院皮肤科的主任洪尚仁，不过伊根本无代言，这画面全是 AI 所伪造。诈骗集团呢，冒用我们慈济医院的医师的图像、影音，在网络上制作大量的假的广告。包括林欣荣院长、郭汉崇副执行长，以及这一次的洪松任医师，都深受其害。花莲县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已经报警，嘛提醒民众，伫这个 AI 时代，做者影像真简单，都能变做道理，唔那对医术的专业造成真大的伤害，对民众是安甲药品的保障，更开始严重的威胁。两个状况，一个如果是被假造。当然，我们会寻求警方的协助。如果不是假造，我们会对于这个制作者来给予我们的裁罚。那严重的话呢，可以罚60万到500万。主治病院强调，依赖医师绝对袂代言任何商业产品，民众嘛会使上官方网站查询。花莲县卫生局是呼吁民众身体无爽快，就应该去病院看医生，唔通伫网络顶买来路不明的药品。记者综合报道。有的时代可能有几啊种慢性病，长期爱食无共款的药啊，所以用药的安全是真要紧的议题。
卫福部辅导慈善团体甲业者合作，打算为7月份开始，会招53个药师去台湾各地社区做公益的卫生教育，也有举办讲座，要来推广正确使用药的观念，让大家会当留空间食饱字。台湾已经是超高龄化的社会，真侪时段可能有几若种慢性病，爱长期食无共药来控制甲治疗，所以时段用药的安全嘛，才做一个真重要的议题。有药师也分享伊伫社区药局常常拄到的问题。一罐感冒药水，足对老大人也是民众一解就啉无完，其实这是唔对的吼，这是爱分做3遍啉。有当时啊看咧，喂，一解就啉，其实安尼药量安尼伤济。社区药局的药师是病医甲诊所以外，上晚间长辈的第一线医疗专业的人员。伫卫福部的指导之下，17有药厂甲慈善团体合作，打算自7月份开始，要招53位药师去到台湾各地社区举办讲座，向时代推广正确用药的观念。全省70位的药师还有药局一起来共善。我也看到城乡的这种医疗的资源差距非常大，所以我们也会好好的使用这些资源，去帮助真正偏乡、原乡弱势长者的这些用药以及医疗支持的照顾。更重要的是第一线，因为我自己在以前的经验，整间说完了画出来，他就记得一半而已，再回到家只剩下1/4。所以各位社区的药局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那跟民众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所以各位所说的话，各位给他的这个专业上的这个建议，绝对是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甚至比他远远在外面工作的孩子更看有效。这届公益的卫教，打算要举办67场的讲座，会去社区的关怀据点、长照中心，不是干那伫社区，也会去到偏乡，希望实践健康宾馆，让长辈会当健康食老。记者郭耀基、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目前南投是无飞行机场的，不过真侪南投的囡仔对飞行是真有热情。目前除了南投的部里高中有一个飞行的教室，让学生会当体验驶飞行机，也个学飞行的知识。有一个高中生洪依丽，伊申请到县府发的出国的奖助金，拢总11万。伊摕这个钱要来出国学英语以外，伊嘛考到澳洲的南昆士兰大学的航空系，一步一脚印要来实现伊飞行的梦想。I'm a kid from Puli. My dream was not in textbook. 自细汉就喜欢飞行机，就算南投无机场，嘛会专工拼去桃园机场看飞行机起降的南投囡仔洪依丽，透过南投政府补助学生出国学习奖助学金，申请到11外万的钱，出国去学英语。为着飞行的梦想，伊嘛考到澳洲的南昆士兰大学的航空系，一步一脚印，走向伊想要爱的未来。我有看到一部纪录片，记录飞行员飞到环境很艰难的南苏丹，去帮联合国运送救援物资。我以后是真的很想要去做像是消防啊、救灾或是医疗这种特殊的飞行任务。自南投的部里国中，有一个飞行教室，让同款有飞行梦想的学生啊，会当去体验驶飞行机。来，就维持这样哦，先让它下去，专注做好每一件事情，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1点钟的课程，有当时要超过2点钟。大家真有兴趣。做有兴趣，因为唔捌算过这啦。我感觉真困难，但是足好耍的。我感觉困难是伊无好控制。埔里国中自2024年成立飞行教室，让学生接触先进的科技器材，学基础的飞行知识。而且驶飞行机手爱驶，目睭爱看，毋是简单的代志。学校表示，嘛因为有提供资源，予学生一学校接触，才互无飞行机场的南投，会当训练出开阔的眼界，勇敢追求梦想的南投囡仔。记者杨秀南投报道。各位乡亲，唔知你敢捌听过一个传说？咱苏的原住民甲菲律宾的巴丹岛的原住民，伫咧300年前，双方捌透过水路来交流。为着彰显祖先捌行过的路，因特别打造一只南苏传统的甲邦船，用过船的方式去菲律宾的巴丹岛。15因为南苏出发，过船经过200多公里远，体验这条古早的水路。16点的时阵，因顺利到位。这只甲邦船驶到原文会，嘛会关乎巴丹岛的瀑布馆来收藏。
伫咧15关注民文化事业基金会做的20人做的兰树达达拉船黄金友谊号，伫咧足前的翻送为兰树出发，驶去菲律宾巴丹岛。兰树的原住民60个人组织一组，依照祖先传落来的古老航道，轮流以人力来过船啊。面对刺激的风影，还有乌流，完全无咧惊。船内是一直咧严重进水，啊，毋过最后过船的人也是克服困难。16下晡就到200公里外巴丹岛马哈头，在地原住民拢热情迎接，也那兰树原住民过船的人嘛呈现传统的仪式甲战舞。遵循我们祖先的航道，就很激动。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就表示，兰树的原住民和菲律宾的巴丹岛原住民的语言有8成拢是相通的。相传300年前，两个所在就透过海上往来交流。这摆是头一摆重视古老航道顺利登岛，希望未来会当促成两地直航永续交流，促成未来兰屿跟巴丹能够永续的直航交流文化语言跟观光产业。完成任务的黄金友谊号兰树达达拉船，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会甲捐予巴丹岛的博物馆，邀请巴丹岛的原住民明年6月买当过船来兰树进行文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东北角风景区管理处甲宜兰县府等等的单位合作，因甲海洋废弃物再利用，打造做会当休困的座椅等等的公共设施，即嘛布置伫咧壮围的海沙坡。县府讲，因甲海洋废弃物甲人无爱的希望再利用，变做是公共设施，是真有意义的代志。而且估计今年处理的海洋废弃物数量会阁增加。加入壮围沙坡生态园区，看到的椅仔拢是玻璃拢，也是塑胶杆仔顶海洋废弃物所做出来。东北角风景管理处希望传达给游客永续的概念。这样的海洋废弃物，把它转化成为座椅。然后能够在我们的壮围沙丘的场域来展出。东北角风景管理处17伫壮围的沙坡举办海洋本色园的展览，小解宜兰大溪海洋废弃物占坑的所在，安怎将海洋废弃物转换做会当搁再利用的板材。学生囡仔伫展览区体验，伫大溪渔港推动海洋废弃物转型计划的业者表示，玻璃拢甲塑胶杆仔经过减量破碎，就会当搁做成板材。他会把这些保丽龙跟这些塑胶放到这些减容机之后，先做一个压缩跟减容的动作，所以你可以看到，本来这些大体积的动作，在经由这些高温的减容之后，它会变成这样一个块状跟胶状的东西。根据宜兰县政府统计，去年大溪渔港的海洋废弃物，就搁再做成总共2000公斤的板材。今年业者头摆将废弃的渔网纳入会当回收的项目，如果做出来回收板材数量会搁再增加。那我们也期望透过这样子，一方面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我们的国人大家来重视海洋的生态以及环保的议题，让大家减少去丢弃我们的这些废弃物。东北角风景管理处表示，这个利用再制的板材，总共做成20组公共空间的休困长椅，将会分开放伫壮围旅游服务园区和壮围和平公园。比起全新的物料，这个板材如果会当减少60%的碳排放。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要来看工研院伦敦办公室成立较大已经1周年。伫咧伦敦科技周的期间，因是趁这个势举办大英科技日，成100外的国际产官学的人士做伙参加。众人是拢真肯定工研院积极扩展海外布局，建立合作的平台。即马当时伦敦科技周闹热起鼓的时阵，大英科技日嘛选伫伦敦金融城举办。对台湾来的工研院的场地是闹热视察，现场人是坐甲甜一甜。英国科学创新甲科技部设立的半导体顾问委员会共同主席嘛来到现场致辞，肯定台湾甲英国的合作关系。I can tell you that Taiwan and ITRI specifically is never far from our mind, and we have conversation about at least semiconductors and beyond, and not as a distant partner, but as a close and trusted friend. Alignment is also fully recognized by both our government through our annual trade talks. It's a ministerial level trade talks, and both governments agreed that we should bring this strategic alignment into real collaboration.
江建义2025年头摆伫伦敦设立办公室，注心伫国际连接，希望会当对接台湾制造甲商业化的能力，和英国的研发甲系统整合的优势。尤其伫世界热议的主权 AI 的潮流中，英国都宣布11亿英镑的人工智慧硬体政策，为台湾甲英国双方提出正大的新商机。英国政府的政策里面已经很明确说，因为在细半导体制造部分，他们已经有点落后的，所以他们集中全力发展化合物半导体，这是相当有远见。所以我想这几部分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台湾嘛，看准英国伫 AI、近代卫星通信、甲无人机等等的核心研究，去年才拄拜访台湾英国航太国防安全与太空产业工会，讲目前是台湾甲英国合作上好的时机。I think ITRI's ambitions, particularly around low Earth orbit capability, really aligns with where the UK's heritage strengths are. So I think there's real opportunity for collaboration there. 对过去单向的技术引进，到现出时双方面的生态系融合，唔那英国更愿意当地国际间探寻更较侪优势互补的战略合作谈判，帮助台湾伫国际科技的竞争力会当继续加强优势。公司新闻洪雅芳，英国伦敦报道。中国有一间公司推出加来自机器人的服务，目前这机器人已经会晓制衫、将物件放好好势等等的动作。也若伫印度，有公司为着要训练模型，请民众把手机放伫咧头壳顶，翕伊平常时咧摒厝内揉涂骹等等的影片，互 AI 来学习。摒扫的阿姨伫咧撸地毯，边即台机器人伫咧碰迄边制衫。这是中国的公司自编量机器人所开发的新产品——加速机器人。这台机器人有2只手、1台摄影机，是 AI 操作。即马伫咧找头路甲找人的网站，会当找到这台机器人做加速的服务。一边差不多台票100块，时间3点钟。自3月开始送这种服务了，这台机器人已经互人做过200多遍。其实这台机器人也搁伫咧学习。去人出来服务，其实讲较坦白的，敢若是伫咧实习，所以动作较慢。不过英国人印象拢真深。可能它没有那么的完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部分还是很惊喜的。比方说，他刚才叠的第一条裤子，其实它很复杂，结构很复杂，有那么多绳子、带子，包括它的样子，其实对于进来的时候可能是比较难识别的。另外，印度伫咧家务 AI 市场也发展甲袂歹，一间跨国公司所开发的模型，想要用影片训练 AI 模型，所以找当地民众。把手机绑伫咧头壳顶，翕伫咧厝内做家事的影片，高配合感测设备，甲动作转化做 AI 会当理解的形式。I see future full of robotics and AI, but still human existence need to be there because we give without human data and all.Those can't run. 到3项翕的人讲，翕这个影片，唔那是让帮助科技的进步，一个人摕到一条收入算袂歹。因为 AI 需要人到3项训练模型，伫印度怎么就真侪这种工课，到3项翕加速影片就是其中之一。公司新闻由派顺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写款，随来报你知。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